整个关系真侪人规气踮伫厝内，不爱出门，也有一寡计程车运将嘛，唔敢去走车。根据桃园客运上新的统计资料，最近客运量成立达差不多3成，业者即马唔若较接防疫，嘛传讲有可能会减车帮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桃园客运的司机出车进前先量体温，这帮要驶去检查的车出发了后，月头过去看，几台车就干了一个乘客。驾驶都有跟我们回报说，目前乘客搭乘人数变少。好，那目前公司这已经有在反映处理了。民众惊病毒的心情，司机感受上深，虽望逐工拢共款拍卡上班，不过也是会烦恼收入，因为车帮减少，会地咧变少。因为桃园客运团讲，市区公车甲国道客运，至少人客减3成，向交通局提出希望车帮会当减少。这就是会比较苦一点的，没办法，因为还是要回去啊。乘客嘛真无奈，就惊车帮变少了后，未来爱等真久才等得到公车。运输量的部分啊，我们也会适度的做时刻的一个调整，避免我们的一个整个社会资源的一个浪费。我们也会因应我们的这个疫情哦，会加强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清洁消毒。桃园客运讲，目前会先调整时段，员工正常休困，鼓励放年假。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嘛讲，即马也搁咧休寒，客运的车帮本来就较少，希望等到开学过了后，再来甲业者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